大家好，歡迎嚟到 GK 動漫。今日要講嘅話題就係獨留兒童在家嘅危險性。香港有好多家長會獨留兒童在家，諗住只係外出一陣沒問題，但這已造成犯法和對兒童造成危險。以下就要講一個非常自私的母親嘅行為。日本一個24歲單親媽媽於2020年6月上旬，為了去旅行，將3歲女兒獨留在家，期間並沒有留下足夠食物，致女兒活活餓死。據指24歲單親媽媽叫替沙希，與女兒2人住在東京大田區。6月時，媽媽為了見一名男朋友人而去鹿兒島，二人在鹿兒島遊玩足足8日。媽媽回家後見女兒沒有呼吸後報警，送院後證實死亡。驗屍報告顯示女兒的胃部近乎全空，死因為餓死以及高度脫水。女童體重較同齡為輕，而身體沒有明顯傷痕。替沙希一開始辯稱女兒身體不適，所以沒有進食，但經調查後發現她是為了去見男朋友人，將女兒獨留在家8日。而替沙希稱不讓女兒去廚房拿菜刀換，所以用梳化頂住房門。換言之，女兒在房間足足8日。替沙希疏忽照顧兒童致死而被捕，而替沙希已不是第一次獨留女兒在家，她是經常夜歸及整天不在家，留下女兒不顧，而終於發生悲劇。替沙希於2023年2月2審駁回上訴，維持原判8年有期徒刑。大家聽完呢個故事之後有什麼感想？可以在留言區發表一下意見。好啦，今日就講到呢度。如果喜歡呢條片，請俾個 like 同訂閱，多謝大家。